Hello，我係羅 Plus 嘅發奶，又嚟到新一集羅 Plus 1分鐘。今個星期又有啲咩重點法庭新聞呢？一36歲前男警喺2023至2024年間喺香港仔警署未經授權用警方案件管理及調查系統超過300次，意圖入稟控告同圖違法。佢承認不誠實取用電腦罪，裁判官話控罪嚴重，監禁無可避免，押後至11月5號判刑。而20歲內地女子誤信微信廣告，低價申請虛假加拿大簽證，喺今年9月用假文書試圖登機，被控使用虛假文書罪，承認控罪。法官28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，認罪減刑後判囚10個月。93歲西醫喺2018年為銀行女副總裁張淑玲注射保塔後，嚴重疏忽致其死亡，被控誤殺罪。陪審團裁定佢有控罪行為，但因患認知障礙不宜答辯，無需裁定有罪。法官下令索取社會福利報告，押後至11月12號判刑。83歲老翁不滿安老院職員粗暴對待患阿茲海默症嘅妻子，用菜刀斬傷職員，承認有意圖傷人罪。法官接納佢因愛妻心切犯案，考慮傷勢不重同無刑事記錄，判囚16個月。70歲的士司機喺2024年7月凌晨喺青衣超速駕駛，撞斃17歲單車學生，承認危險駕駛引致他人死亡罪。法官指控罪嚴重，判監無可避免，押後至11月21號判刑，被告須還押。今集講住咁多先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